卫生原本是家长经济支柱，但伫15年前，因为一场公安意外变成植物人，迄当时囡仔搁真细汉，所以经济重担拢落在了魏太太身上。一路行来十分的艰辛，伫照顾10月冬后，因为体力甲经济考量，魏生伫今年2月立大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，而且自立大以来，魏太太甲3位囡仔也是时常来探望，看得出感情真深。为了予因有一个难忘的假日时光，创世基金会甲安平游艇酒店特别为因规划了这场父亲节活动。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！而且这个鸡卵糕的图案，也是查某囝伫当时父亲受伤的时阵所画。甜点的业者 CT Dessert 廖佩琪受到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委托，特别为因制作，搁请来念书李慕恩替卫生专家翕相，就是希望会当予因有一个难忘的父亲节。种种的大心安排，也互魏太太非常感谢。感谢，就是因为爸爸受到创伤啊，然后就是帮我们减轻了家庭的负担，然后，就是看到他们照顾他的时候，觉得就是照顾得蛮好的，让我很放心。谢谢创世基金会这样子有帮助，然后把照顾得很好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在内。创世基金会台南院院长孙淑媛表示，餐爱公益餐会活动将在9月15伫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登场。目前的倒数人数阁欠4成左右，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领导参观，会当伫享受美食的时阵，同时阁会当帮助植物人家庭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